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6月4號晚谷草爺賽圓滿結束，今晚我哋嘅推介馬風雲武士順利勝出，潘頓好俾面，今晚隻都唔多得，係隻風雲武士佢騎得都算有誠意。我哋今晚精選場次揀咗4隻，中咗3隻，下次我哋會更加努力，希望季尾可以頻頻幫智友們贏錢啦。今晚有匹馬值得留意，亦都會提供嚟緊星期日嘅心水，記得由頭睇到尾啊！就住智友們嘅留言，希望喺季尾嘅時候可以提供多一場嘅心水作參考。所以從今集開始至到今季嘅季尾，除咗精選場次之外，我都會多加一場嘅心水，希望可以幫到智友們過關贏大錢。不過我都想智友們幫下我，希望可以幫下手推介馬迷智頻道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令馬迷智頻道訂閱者喺季尾嘅時候可以達到6000人。感謝感謝！馬迷智嘅成立目的係同廣大馬迷分享一啲揀馬心得，一齊以小博大，刀仔鋸大樹。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就記得訂閱啦。森林演藝特約上將有好嘢，今晚嘅草地狀況唔多唔少都受到一啲天雨嘅影響，因此大部分嘅場次嘅完成時間都比標準時間為慢。不過今晚有好多有識之士獨具慧眼地大注落飛得手，好似第1、3、5、8場次嘅勝出頭馬都係落飛落到着燈而贏嘅。其實今晚過後，我哋日後都可以有呢一種智慧作出投注，原因係今晚所有跑得好嘅馬匹，智友們都好好備忘佢哋係識跑10萬地，曾經有過好表現嘅。雲文咁多有好表現嘅馬匹當中，表現最突出嘅就係嚟自呂健威馬房第8場9號嘅智勇名區。今晚佢唔單止展現咗佢識跑10萬地，佢仲要快過3班嘅標準時間，可以見到呢匹5歲馬仍在進步中。智勇名區排住2檔起步，出閘嘅反應都相當之快。由於排咗個內檔，所以佢好快就攞到貼欄嘅位置競跑。可惜外檔有不同世界，仍好威風，嘗試同佢爭奪前領嘅位置，所以令到頭2段嘅段速都快過標準時間。智勇名區沿途都慳咗好多位而轉入直路，但係前段嘅段速實在太快，以為沿途有遮擋位置，又慳咗好多位嘅馬路，好容易就會過到智勇名區。但係佢嘅韌力都相當夠，到最後150米先俾賺晒形勢嘅馬路超越，輸俾佢3/4個馬位。但係智勇名區都拋離第3名好遠，證明咗智勇名區喺不斷進步，相信仲有頭馬交出嘅。近日嘅天氣唔單止熱，濕度又偏高，令個人嘅體感熱到有啲辛苦。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都係維持中午嘅時候跑馬，相信馬匹嘅表現甚至佢健康都有一定嘅影響。有見及此，馬會嘅安排都相當之好。從6月8號嘅日賽事開始，將會改喺黃昏嘅時段開始跑。咁樣嘅安排，相信令各個嘅持份者可以喺一個比較舒適嘅環境裏邊享受賽馬嘅運動。今次我哋嘅推介馬就係嚟自鬥志三雄之一尤達榮馬房。之前我哋都有推介過呢匹馬嘅，就係將會列陣2班1004米嘅光年魅力。佢嘅能力相信大家都唔需要我多講，佢有幾準成同埋有幾勁。但係今次嘅初上2班跑，能力方面又夠唔夠呢？雖然上次佢係贏住佢嘅老對手至尊高超，時間上面都未係好超級，但係姿態上高就真係認真嚇死人。光年魅力排住3檔起步，出閘嘅反應都係一般。好彩排咗個3檔，所以就算出閘慢咗，佢都可以好快收到貼欄嘅位置競跑。雖然頭段有少少落後，光年魅力就好快咬翻上嚟喺中間嘅位置。原因就係頭2段實在太慢，令光年魅力唔使推騎都可以跟翻上嚟。雖然慳咗好多位，但係由於頭2段嘅段速實在太慢啦，轉正入直路嘅時候，全部馬都塞埋一嚿，光年魅力都重重圍困，到最後300米都仲未有位出。去到最後200米，主要嘅對手至尊高超已經完全望空咁衝刺，但係光年魅力仲喺內檔度塞下，衝得唔係好順。雖然至尊高超就佔盡先機，但係光年魅力就喺臨尾150米就完全望空，騎師潘頓只係打咗一邊，光年魅力就以勁勢上前直奔終點，贏馬姿態非常輕鬆，睇落馬匹都進步唔少，相信今次可以輕鬆贏取喺香港第3場頭馬啦。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呢一場我哋要7號光年魅力、5號潮州精神、2號勁進輝煌、4號笑傲江湖。另外一場嘅心水提供，我就揀咗一場4班嘅1004米。呢一場我哋要10號飛躍成就、7號勁沙塵、3號太太精神、1號快樂高球。民以食為先，辛苦揾嚟志在食。平日翻工，公餘時間仲要跑馬咁辛苦，梗係想食翻餐好嘅去慰勞下自己啦。位於金巴利道對 Vigo 入面，無論主食定係小食都非常出色。特別係佢隻招牌炸髀，真係我近年食過最好味嘅，咬落去皮脆肉嫩，香脆多汁，平民價頂級之味。食翻隻美味炸雞髀，贏馬過關易到痹。而家智友們有福啦，快係馬迷智嘅訂閱者去到金巴利道對 Vigo，堂食享有全單9折優惠，智友們萬勿錯過啊！最後都希望馬迷們幫我哋點讚、訂閱、
撳埋個鐘仔，接收我哋第一手嘅資訊，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集思廣益，作深入嘅賽馬交流。最緊要就係分享埋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啊！祝大家贏多啲，我哋下集再見。